長假期間，九巴全面加強接駁高鐵站服務，路線 W2由觀塘直達高鐵站，秘密12至15分鐘巴；路線 W3由上水大埔花田直達高鐵站，秘密15分鐘一班；路線 W3以延長服務時間，星期六同假日往高鐵站旅客延長至晚上8點。3月28日至4月7日期間，路線 W4來往西九文化區及高鐵站，更會每天提供服務。西九文化區或參觀香港故宮館同樣方便。另外，九巴亦有超過30條路線，各區直達佐敦同高鐵站，輕鬆轉高鐵。九巴接駁最方便。